来看到讲，来台湾旅游越南观光客发生大规模绕跑的事件，有152位对高雄入来这越南团客啊，讲昨暗嘛一到饭店就真正是安尼走那飞，而且移民署即摆才按照绕跑的人内面有50位的女性，100多位的男性，有的人是坐机动车离开，有的人啊亲像互人互几台车赶先接走。10几个人拖着行李行入去高雄这间饭店，因拢是来自越南。25号暗时7点外，才到无偌久，就全部离开。除了这间饭店，还有另外一间饭店的越南旅客，嘛是同款的状况。有的人甚至含饭店拢无行入去，就揪着行李直接坐车走。总计有152个人走离，全部拢是为越南来的观光客。奇怪，怎么4台游览车都空的，都排在这边都没有上车？我们基本上已经掌握可疑的人跟车，那也循线在追缉中。这届逃走的人数152个人，相当的多。移民署无排除有人接应，甲警方来成立的专案小组，目前已经掌握特定的对象，准备要移车来录人。有些是还没入住饭店，就被接走了。共有4团入境高雄，那1团是4天行程，然后3团是5天行程。移民署表示，这申请来台的越南旅客出发进前，拢有交保证金等相关的资料，身价嘛非常的清白。这个大规模来走去，无排除是事先已经有预谋，毋过敢是有集团伫后壁来操纵，还佮深入来追查。而这个人互抓到了后，嘛会遣返出境，3天到5天以内拢袂当过来台湾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俊、张国良高雄台北报道。